OK， 好啦，同學仔歡迎翻到嚟學定先嘅呢個 channel 啦，又係我林峰 Sir 啦。OK， 嗱，今日條片我哋承接翻上一堂所講到嘅小數位試，繼續講埋落去啦。OK， 仲記唔記得上條片講啲乜嘢，同學仔？嗱，如果唔記得話，盡快去 recall 翻條影片啦。嗱，你可以睇翻條影片㗎。OK，click 翻落去個 channel 度，揀翻小數嘅嗰條片咧，咁就會有個啦。上條片我哋講咗數值、位值同埋點樣讀啦。OK， 今日講啲難度再高多少少嘅技巧咯。OK， 再難度高啲嘅題目咯。OK， 就係咩咧？叫做比較一個嘅小數啦。嗱，今日分咗兩款題型嘅，我哋先嚟望望第一款題啦。呢度 OK， 好啦，嗱，咁我先望望上條例子啦。123.56，問你邊個數字嘅數值係最大？或者邊個最細 ？OK， 咁即刻有同學仔就會衝出嚟啦。阿 Sir， 我知啦 ，OK， 最大啊嘛，最大嘅時候咁咪梗係個6字咯。啊，最細啊嘛，咁梗係個1字咯。OK， 搞掂啦。OK， 嘥我時間咩 ？OK， 好啊，同學仔，咁你覺得佢咁樣答得啱唔啱啊？咁擺明就係、同學仔唔好再錯啦，再錯我就頂唔住啦。OK， 係啦，衰豬引咗個瘋 B 出嚟。OK， 再錯我頂唔住嘅。OK， 咁你記住呢個答法當然係錯啦，因為人哋唔係問緊你個數字啊嘛。喂，咁簡單問你邊個數字大，邊個數字細，我揾個1年班答到啦，係咪啊？我會問你4年班同學仔啊？唔會啦嘛，係咪？人哋問緊你叫做數值啊，仲記唔記得上堂所講嘅數值啊？記得噶嘛，係咪啊 ？OK， 我哋就話啦，let's say 呢個位置就1咧就代表緊叫做100，OK， 2就會係咩啊？20， 3就會咩啊？係3啊嘛。然後5嘅時候，小數後面嘅0.5同埋0.06，我哋比較緊嘅係呢啲指出嚟嘅數值。知唔知道？嗱，考試我哋唔需要求大家寫翻晒出嚟，但係你要知道佢哋各自每個數字代表緊啲乜嘢。OK， 咁其實好簡單啫，同學仔，我教大家一個口訣就搞掂㗎啦。OK， 咩口訣咧？聽住嚟吧。個口訣就係、嗱，我越講口訣就越講越細聲啊。個口訣就係呢，聽緊未嘅同學仔？個口訣就係咩啊？聽唔到啊？我大聲啲。瘋 B 好有型，哎呀 ，OK， 唔好意思，講錯咗心聲添 ，OK， 瘋 B 好型，大家知 OK， 個口訣係乜嘢咧？叫做左大右小 ，OK， 係啦，寫翻低佢 ，OK， 係啦，左大右小噶啦。如果你跟開我堂仔，可能你聽過噶啦 ，OK， 咩叫做左大右小咧？好簡單啫，頭先我哋咪講過咯，係咪？我哋嘅數值位值嘅時候 ，OK， 係唔係頭先？係上條片 ，OK， 我咪講過咯，就話我哋一路咁樣數過去噶嘛，個十百千萬，跟住又嚟10分位、百分位、千分位、萬分位 ，OK。簡單來說，我向住越左邊嘅數字，佢哋嘅位值會越大，所以佢哋嘅數值都越大噶。唔信你望下，100係咪大過20？係啊，20係咪大過3？係啊 ，OK。但係去到右手邊嘅時候，6係0.06，但係5有0.5喎，係咪越後邊就越細啊？冇錯噶，所以簡單嚟講，每一次做嘅時候，人哋問你咩數值最大最細，你使唔使逐個列啊？唔需要啦，同學仔，我哋記住最大嘅數值揾翻最左邊嗰個 ，OK， 最細嘅數值揾翻最右邊嗰個，明唔明白？咁所以1就已經係最大，6就已經會係最細啦。OK， 就係咁簡單。所以同學仔唔該記住呢一個口訣佢，明唔明白？希望考試時候我攞翻出嚟用啊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如果如無意外的話咧，我哋去到下條例子咯。0.1389，邊個最大？邊個最細咧？我知 ，OK， 至大啊嘛，係咪？啱啱林峰 Sir 你講咧，左大右小嘛，我有聽書噶，0係最大，你係9就最細，呢鋪做冇死，肯定啱啦。OK， 好啊，同學仔，你覺得啱定錯啦？咁我答案又係阿瘋 B 出場啦。同學仔唔好再錯啦，再錯我就頂唔住啦。係啦，阿瘋 B 又頂唔住啦。OK， 點解？因為佢又錯咗。嗱，咁點解會錯咧？係咪啱啱教錯嘢咧？其實唔係嘅，我仲差一句未講完啫。OK， 點解要留個空位喺度咧？OK， 唔通 OK 呢個空位真係冇嘢寫咩？
當然唔係啦。OK， 好，聽埋呢句佢啦。嗱，如果你啱啱心急聽完前面嗰 part 嘅時候，同仔你飛咗的話咧，嗱呢個大件事啊。OK， 聽到咗啦，呢 part 先最緊要啊。好啦，嗱啱啱我的而且確講過叫左大右小，係咪？但係喺呢條入面點解用唔到咧？因為有個好特別嘅數字出咗嚟，佢叫阿零。咩叫阿零啊？零即係有冇嘢啊？我哋1、2、3年班已經學過啦，係咪？零係代表緊冇嘢啊嘛，係咪？咩叫冇嘢？你有幾錢啊？我0蚊咯。咩叫0蚊啊？我1蚊雞都冇。OK 嚇，你同我講你好窮係咪啊 ？OK， 你有呢個9字嘅，呢個9代表緊啲乜嘢啊？代表緊0.0009。你話我好窮啊，我得0.0009蚊咋？唔好意思，我仲窮啲啊，我得0蚊啊。咩叫0蚊啊？我連你個0.0009我都冇啊 ，OK， 連條毛都冇啊 ，OK， 所以我想問你0蚊窮啲定0.0009窮啲啊？咁梗係0蚊窮啲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啦，記住喺任何情況底下都好，不論你個數字喺小數嗰 part 再後面都好，咗咩億分位、10億分位、8億分位都好，你都唔會夠0細嘅，因為0就係冇嘢噶嘛，你細極都好，你仲有少少啊。明唔明白？所以記住0嘅位置係一定會係數值最細嘅。同學仔打先落去抄低佢啊！0係必定最少嘅，喺數值嘅世界嚟講，得唔得 ？OK， 所以呢 part 時候你冇得比較啊。咁點算啊？咁所以數值最大時候會唔會填個0落去啊？唔會噶啦 ，OK。我哋就為咗點啊？我哋去睇翻後面個位置咯。所以唔計0嘅時候，最左邊嗰個就係阿1，所以1嘅數值已經係最大 ，which is 叫做0.1。OK。咁所以記住就係話啦，個口訣左大右小有嘅，但你記多樣嘢就係左大右小嘅時候，我哋不包括0㗎，因為0嘅時候係必定會係最細，明唔明白？0係必定最細㗎，所以我哋必須係要記翻住呢一個嘅大前提去處理，知唔知道 ？OK， 係啦，咁所以同學仔唔該記實啦，呢招係非常之有用，不過唔好忘記咗呢一個咁緊要嘅前提，你忘記咗的話咧就會 GG 㗎啦 ，OK。好啦，嗱咁事不宜遲啦，最難度高條同大家講咗啦，同大家講得一款就完啦，今日好冇 ？OK， 就係第2款比較少數嘅題型咯 ，OK， 7.05、7.2、7.044，我點樣知邊個大邊個細咧 ？OK， 嗱，今次我哋唔會用咩左大右小噶啦，點樣做咧？我哋會將佢排隊，點樣排隊啊 ？OK， 係啦，寫低佢啦 ，OK， 今次嘅時候我玩排隊啊，嗱，排隊最緊要乜嘢？老師學校成日同你講啦。對齊前面位啊，係咪 ？OK， 你唔好突出嚟 ，OK， 你唔好突個頭出嚟 ，OK， 突個身出嚟 ，OK， 唔好突手出嚟啊嘛，撞親人噶嘛。我哋整齊，咁我就將呢啲小數去排隊，點樣排啊？寫咗先啦，7.05啦，係咪？咁下個7.2點排？可以寫個7.2咁樣，咁梗係唔得啦，佢咁擺明唔靚仔啦。7.2應該喺邊度咧？大約喺呢個位置啦。OK， 跟住會7.044啦，見唔見到啊？其實我對齊緊個位㗎。我透過啲咩對齊先㗎？我係會先對齊咗粒小數點 ，OK， 然後見唔見到啊？個位對個位，10分位對10分位，8分位對8分位 ，even 冇嘢都我照對齊㗎。跟住就點啊？呢個位置就係千分位對千分位啦。我哋咁樣去處理，所以記住每次排大小嘅時候啦，我哋要去先去對齊我哋嘅小數點 ，OK。咁然後你同我講阿 Sir 唔係喎，啲位置上冇嘢喎，咁冇嘢好簡單啫，冇嘢即係咩啊？0咯，咁你咪係咁以幫我加翻啲0落去咯，0都冇意思啊，但對翻齊靚仔啲咁解啫嘛，係咪？咁我點算咧？畫個箭嘴俾我就搞掂噶啦，由左至右咁樣對過去，唔係你哋係咁樣對過去 ，OK 啊，因為我鏡頭調轉咗嘅嚇，咁樣對過去，咁所以啦，我哋會係由個位開始比較下先，我哋打動去比較 ，OK， 好啦，個位時大家有7，有冇邊個大邊個細啊？冇噶嘛，係咪？跟住好啦，10分位啦，比唔比較到？咦，比較到噶咯喎，點解啊？兩個係0，一個係2，咁邊個大啲啊？擺明就會係2大啲啦。得唔得 ？OK， 咁所以你已經拋走咗啦。哦，原來最大嘅就會叫做7.2。OK， 人哋叫小字大排列啊嘛，7.2超咗啦。跟住好啦，嗱我哋個位睇完，10分位睇完，睇埋咩啊？8分位咯。喂，呼之欲出啦答案，一個5，一個4喎，邊個大啲啊？擺明就係
5大啲啦，係咪 ？OK， 我知啊，堂仔可能會話噶，OK 嚇唔係喎，人哋後面有個44，兩個4喎，OK， 兩個4又如何啫？堂仔望真啲，擘大隻眼，擘大個口望下，喂，你44係好大。但係人哋點啊？後面我補咗0啦，你冇得拗啦，係嘛？我哋叫50喎，係咪？如果你堅持用你嗰啲咩50、44定理去睇，你都係大過佢啦，係咪？同埋我百分位係5嚟噶嘛，你後面哪怕係41，你9999999都好，你都係唔夠我個百分位大噶，明唔明白？所以你逐個位做比較，你見得到啊5係大過4嘅時候，你後面有啲咩都唔關我事噶啦，明唔明白？所以7.05必定係大啲嘅 ，OK？ 所以答案前面時就會有7.05，到最尾先到翻7.044，OK？ 學仔明唔明白？所以記住，如果你係一個數字入面嘅時候啦，你啲數值自己做緊比較嘅，用翻左大右小。如果你係幾個小數做比較的話咧，唔該幫我做排隊 ，OK？ 然後對齊小數點，由左至右咁樣做翻個比較，逐個位做比較 ，OK？ 就是這樣啦 ，OK？ 咁啊，堂仔咁希望今條片幫大家啦 ，OK？ 咁啊，呢個此時候小數嘅位置比較都係考試必定會考到噶啦，甚至乎多一句5年班呈分都會考，得唔得 ？OK？ 咁所以記翻住溫書啦，希望幫大家啦 ，OK？ 多句啦，中意條片嘅幫我 like 條影片佢啦 ，OK？ 然後就 subscribe 條我嘅 channel 啦 ，OK？ 撳埋鈴鈴鐘啦，下次出片會提大家噶啦，知唔知道 ？OK？咁我係林峰 Sir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